工聯屬下托兒所由2017年開始採用奧爾夫音樂教學法，將佢運用喺日常培育中。因為0至3歲嬰幼兒身心發展有佢嘅特殊性，我哋需要以嬰幼兒嘅年齡發展規律以及佢哋嘅身心發展特點去設計相應嘅課程。我哋嘅奧爾夫音樂課亦都會運用到多種嘅奧爾夫樂器，大致分為4類：皮質類、木質類、散響類、金屬類。我哋鼓勵幼兒多嘗試、多接觸樂器。不同嘅樂器可以令到幼兒有不同嘅體驗。奧爾夫音樂教學法運用幼兒喜聞樂見嘅形式，如兒歌、節奏、遊戲、故事、律動等，令幼兒喺輕鬆愉快嘅氛圍中探索音樂本身嘅特性及優勢，主張身體自然嘅律動，發掘幼兒天生嘅唱歌本能，加上樂器演奏，激發幼兒學習興趣，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嘅快樂教學形式，培養嬰幼兒嘅創造力，增強佢哋嘅自信心、專注力、反應能力、群體合作精神及全人格發展。托兒所嘅幼兒處於腦部發育嘅黃金時期，而七感就係兒童探索嘅重要途徑。幼兒導師運用不同嘅音樂元素、不同嘅音樂遊戲活動形式、各種嘅樂器組合，令幼兒進行探索體驗。透過聆聽音樂以及接觸敲擊樂器，可以有效嘅刺激聽覺同埋觸覺；而音樂裏面嘅節奏元素可以有效嘅刺激腦部運動，帶動肢體律動。音階嘅高低、音色變化、音律快慢變化，可以提升幼兒空間感嘅靈敏度、思維嘅反應能力。呢啲綜合元素直接影響幼兒嘅本體覺同埋前庭覺。工聯屬下托兒所亦將奧爾夫音樂運用到托兒所嘅親子活動及戶外活動中，令家長可以參與我哋嘅特色課程，一同感受音樂帶給我哋嘅快樂。例如開放日、家長功課日、繪本工作坊、出拓大匯演、親子舞會、參觀大熊貓館。邀請家長共同體驗音樂，加深親子情感交流。透過課堂嘅音樂活動互動，增進親子之間嘅情感交流，建立親子陪伴和支持角色，共度親子歡樂時光。為咗提升工聯托兒所幼兒導師嘅奧爾夫培育技巧，我哋亦都會定期邀請奧爾夫專家對我哋進行指導培訓，確保我哋嘅培育質量，將奧爾夫音樂同澳門本地嘅特色文化相結合，令奧爾夫音樂融入我哋嘅日常培育之中。